世界万行代，拢伫咱台湾新眼界。你看后面哪会安那阴阴翳翳、孤孤闭闭，无唔对。今仔日我憋不住了，我甲你讲，今仔日啦，要来看这只。哎呦，有人看到这惊人，惊去就加着啊！人讲哦，台币台甲老伙老弟是安怎的老伙老弟？啊，而且加着就放袂离。啊，币呢？尤其啊，个人外销出国，变做台湾第一。安怎比的故事？这一对姐妹啊，而且因的老爸啊，饲币饲满50吨，这个台湾冠军，咱来看卖，唔通阁孤孤闭闭哦。来哦，总经理哦，你今晚在创啥？哦，我咧夜料，哇，这总经理家己咧亲身咧饲料呢。系啊，我做玛丽哎呦，啊。哦，扑呀！哎，手吼一直伸讲唔通记出来。唔通记了。系，会惊着。哦，会惊着。会惊着。学啥？真够拍车惊的吼，真够拍车惊的吼，一只安尼扑去，啊你。一工爱饲几摆？一摆尔。嘿对。哦，啊你安尼顺，但是饲是饲一摆。嘿啊顺就爱顺几摆？顺3摆。顺3摆啊？嘿，透早一摆，啊中昼一摆，下晡搁一摆。哦，敢若饲囝儿是谁呢？哦。对。但是这种草，我看扑也真大只呢。嘿，这差不多是5年的比啊。是5年啊？嘿对。哇！这窟是咧西人的，所以你看遐有红红的，迄窟迄间就是要去你西人的。3房呢？你3房哦？对。啊，所以唔才有车互伊通爬去。嘿，你看边仔有2个溜滑梯，伊就遐爬去，啊，西了搁对遐爬出来。我说啊，哦，来扑起来。你甲咱讲看卖哦，这个地的这个绳哦，是安那倒一个绳，是安那夹起来拢安尼袂放啊。因为伊做车行，啊，伊甲你夹的，就表示伊即马做紧张的，所以人讲迄裤迄臂啊夹着，爱等甲打咧，就是这个缘故来。佫有一个佫较有青惊，伊才惊着啊。嘿，啊，毋过我咧讲吼，你若真正佫等甲打咧吼，伊嘛是袂放啊。无效。对，无效就是无效。我这落爱找医生嘞。嘛无效呢？无效。啊，无要找你。勉强有效，啊，毋过吼，你迄忍耐度吼爱有够，你爱甲你的手佮即只臂啊放去水内底。啊，等下伊感觉讲好啦，伊无威胁啊，你袂直接甲掠，伊还慢慢啊放开。哦，所以爱放喺恁的水内面，你感觉佮转来较温暖的厝。对。哇，才会慢慢啊放开。啊，你千慢慢伫遐咻，你的枕头我转去啊，伊嘛袂放。我细汉叫脚底一摆，我即摆我开始跳起来，也好受哦。啊，但是你这才讲有4架。嘿有。哇，你安尼敢过会去？无法度啊，就饲比啊，就像囡仔安尼啊。过袂去，你嘛爱甲看，伊是动物啊。啊，但是敢爱分大小？哎，阮差不多饲，伊若4只比啊，差不多饲2年以后，阮来开始分大只、细只。你来讲吼，仔啊才有偌大只，然后移来猪仔内面。伊孵出来差不多5到10元硬币的大小俩。5块。5块，差不多安尼。哦。较细，差不多安尼尔。嘿。5块咁唔较细。个5到10元啊，差不多安尼。安尼。嘿，差不多安尼啊。啊，毋就你就蒋介石迄大头啊安尼。嘿，差不多。安尼。嘿。啊，就移来这猪仔。嘿，对。啊，但是爱混龄无？混龄就是讲。袂使。袂使，你若混龄大细只放做伙会相加，细只会迄个加死。哦。因为伊是冷血动物，伊无咧认亲的。啊，所以啊，但是俺们爱真招工来去分。系啊。对啊，你时间到啊，你公母的比例都爱分好好，啊无你公母的比例若失衡去，内底生态乱去，就大战啊，死亡会很惨重。就是10个查某去抢一个查某的安尼。嘿，类似迄个概念对。啊，这其他狗只会去用夹规个拢伤去安尼。系对，啊，毋过我偷偷讲，毋是10个查甫抢一个查某，是一个查甫，一个查某抢10个查某。
嘿，对，会变安尼。吼，我都幸福的吼，唔感觉你，我知你咧受伤。无啦，牵手，我无咧受伤。嘿，所以大家要食米是这个原因嘛。对啊，人讲的壮阳就是对这个迄个自古的迄个道理是安尼来的。听起来敢若真迷信，但是实际上伊营养是真高。对对。哦，是这个道理。系啊。啊，但是，你收这米的时阵，啊无，大家规身躯拢啊包起来，无安尼夹着咱呢。对，你看这即摆水的深度差不多到咱的胸口深，啊，如果真正要收米的时阵，我会甲捞到咱的小腿肚安尼尔。啊，阮的迄个咧掠米的师傅，伊会规伫水内底一只一只吸。哇，足够工诶。哇！啊，你吸吼爱紧哦，啊你搁爱注意伊的喙是毋是会对着你的手爱做注意。我甲你讲哦，这毋那是甲吼大家来开眼界，是要人讲你是安怎第一，饲狗会当免用药啊。第二无药啊，无药残。啊，但是整个流程，佫有当安尼清气，佫无迄个臭味。因为我古早咧看迄饲米，哎呦，袂好过。对啊。你安怎处理？像这米仔饲一段时间，2、3年之后，因为伊躯底见不到光，啊米仔大便又很多，所以一段时间之后，我会换物种。啊，这个物种我会跟伊是第7个来开始帮伊捡遐有诶无诶物件。哦，轮作的概念啦。对。所以甲换起来了，饲迄个会当，譬如讲土山啊。土沙袂使。袂使。嘿，土沙伊咧食嘛是乌白茎的。乌白棒。对，咱饲遐清气伤会像虾啊。伊个家拢细到物啊，伊当会甲掠起来食。嘿，啊伊饲过差不多1、2水之后，迄内底躯底会做清气的。我就免用药啊，就醒起来啊。这是恁爸教你，还是你家己体会？嘿，我家己偷学的。有真正这老的虽然有放功夫啊，嘛是爱家己爱认认真真的处理。对啊，你看我虾仔饲起来，可以使卖虾仔，我搁先用药啊。莫怪，伊搁有通因这个多元化，好虾啊，搁有出鱼排、沙哥鱼头。对。我跟你讲，今仔这集吼，看起来敢若美食节目。啊，咱来看迄3磅。好，行。来，3磅。行，咱来。这就3磅。对。即摆无咧3，无咧。没，即摆季末啊。季末。季尾啊，嘿，对。啊，通常伊生2才好当时。伊看农民历，开始开春就开始生到下冷的时阵，中秋节到，伊都无爱啊。伊搁看日子哦。嘿，对，伊无看真正天气，伊是看农民历。来佚佗诶！真诶！啊，你讲开春啥物时阵？开春差不多，看你是可以开正。农民历。开春哦。嘿。一般拢是差不多3月，还是过年啊？过年。过年就是春节到，对，伊就开始要生啊。哦。但是迄阵是有分日时甲暗时无？基本上伊咧生拢是伫暗头啊。搁下暗这个时阵，较凉冷的所在，较无人、较无声的时阵，伊就会对边安尼锁起来，家己去找家己适合的所在，挖坑。你遮有这石龙豆油菌，对，爬去山道，来到沙堆，后骹，挖坑，这就甲迄个绿丝龟菇共款嘛。系啊，是啊，这山卵，对，这大卵，离开，对，你无负责补的对吧？无。哦，一摆会当送偌济？平均差不多12到15颗。12到15。嘿，对。毋过上麻烦的，你看，伊生了，伊个待好好啊，所以我伫顶头看袂到伊到底是伫对生卵，所以我要挖落去。慢慢背。我全部当爱掀过，甲遮个沙仔拢挖过。我无法度讲伊伫遮生，我就伫遮挖遮尔袂使，爱甲全部沙仔拢挖过。哦，这麻烦呢。系啊。伊要挖的深度和米仔有关的。你看你这只米仔，这只米仔若较大只，伊生的深度就差不多有遐尼深。安尼。对。伊挖的迄个坑啊，所以我的米仔若愈来愈大只，伊会愈生愈深，我爱愈挖愈内底。我的马手就愈来愈长。你家己就去挖啊？系啊，爱啊。因为你看这种是摕皮肤起的，你若伤换的话，会做热的。我拢看迄种差不多要剃光，太阳还袂出来，紧要挖。
这好鸟会来偷食袂？你想到的拢会食，有蛇啊、鸟鼠啊、绿鬣蜥啊，啥物拢要甲食。伊好食啊，个营这养。卵有够好食的款安尼，所以拢会来偷食。会啊，有当时有蛇啊、鸟鼠啊、绿鬣蜥拢会觅伫顶头安尼。啊，所以恁要这安怎顾？啊，无才调顾咧。其实我就讲啊，反正伊要食就好。天生天养嘛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哦，系啊。大家自编啦。系啦，系啦。哦。啊，反正因食嘛无食介济啦，系啊，啊，就大家平衡。大概生态平衡就对啦。对。所以有当时迄囡仔来遮耍的时候，哦，恁遐有绿鬣蜥，恁遐有迄蛇，有鸟鼠。因为我他会问好鸟，我看这骹鸟吼，对，这就是鸟仔的骹鸟啊。系啊，对啊。哦。对啊。这可能是白灵蜥的骹鸟的。对啊。啊，毋过你若讲白灵蜥，伊较爱食细只鳖啊。较爱食细只鳖啊。系，因为细只鳖啊。这有壳伫的咧。哦，伊可能要开始要生啊。哎呦，我较差着。对，伊咪伫遐。啊，毋过你若甲学起来，伊就惊着。我轻轻仔甲学。伊惊着啊，无法动啊。我歹势。歹势。啊，毋过正常伊会伫遐暗头啊，就是无人的时阵。可能是买班车哦。嘿，即个季节要生拢足少的啊。基本上拢要了啊。我特别来为了要来上咱的节目呢。系啊。哦。下摆看着佫无简单呢。是啊，我头下你来走来才一只。哦。伊嘛煮足金的。是，我这个3磅尔，咱头一摆开眼界呢吼。啊，是刷来吼，咱佫要来了解讲，咱整个行销啦，去到日本啦，是安怎一回事吼？咱到底吼，甲姐姐，哦，来讲看卖，即咱的笔安怎吼？没有飞去外口。飞去外口，飞去日本。好，来，我来讲吼，最近吼，猪肚较敏感，吼，所以呢，但是我有存这个鸡仔猪肚皮的汤底精华。哦，所以呢，规个拢放落去。我甲你讲，尤其阮这定咧食的人吼，食这揪起来这滚边吼，你看这。端呢，我甲你较汤啦吼，你定咧食的人。系啊，我留互恁食。好。你这啊，大家拢流嘴烂。哎，很香，胖公公。啊，这吼，我搁放淮山啦，啊，搁有鸡肉，啊，搁猪肚。我啉看卖吼，我家己煮的，啊，家己熬落去。哇，赞！目睭明，目睭清，哦，食这碧汤。我讲，家家户户应该。真的，而且今嘛冬天搞啊，这个很暖身。入冬补喙空啦，免讲啥补身体，补喙空就真赞。来，你来看这球底底。对。本来还佫有安排讲要煮3杯啦，但今仔时间袂好。但我来讲，吼，刚刚他咧食迄个软糖同款。而且吼，我来讲，你吃啊，完全无迄臭味。中风师，我问你一下，像咱这啦，你若咧煮啊，都爱煮偌久啊？你感觉伊的时间爱怎么控制？药材落去，然后炒到40分钟，药材哦。啊，滚边先放落去。好。滚边啊，药材先放落去。哈哈。伊咧唔惊，啊肉吼，唔通煮伤久，肉会破去。哦。然后煮30分钟就会使。这是用那个电磁炉煮的话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你用大同电锅呢？大同电锅你然后顶，然后40分钟、50分钟，然后焗薄。好。然后焗薄。我一直吞口水呢，爱落互因食。但我来讲，伊遮佫2项。这个好啊，这个好啊。这是啥呢？这就是因兜的这个，啊，佫有水产，多元化。哦，你有够厉害，咱真甲测一测，你是安怎用的啊？恰哦，恰。耐心，敢若安尼啊，耐心。啊，你可能是火要小火还是大火？而且这吼冷鼎，而且烧鼎冷油。哦。烧鼎冷油，才袂结饼。
啊，烧到会青烟啊，啊，淋油落去，啊，鱼排吼，无皮的先放落去，啊，变烧火，慢慢啊会补。哦，安尼就是。哎，我来吃看卖。好，来。恁家的鱼排，真的，你要试看卖？来，一点爱。哦。啥物都冇用，哎，我做家鱼车的呢。恁试看卖，绝对无吧？恁家家己的产品啊。好好吃哦。有没有？嗯。啊，对恁家的物件有信心啦。而且你讲你放盐尔呢？无，连盐都无。啊，连盐都无？哎，太厉害了。我有惨无？啥物都无，我敢若放姜啊尔呢。你，尤其你食这道有姜的所在，我甲你讲。因为重点你做到做的这，恰。你看，你这个，你食这有姜的，好，袂甲你骗。甘落来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所以呐，物件呐青，变啥物物件？真的啊，胖话要来。哦，你没有架头，你架头咧摇头，但是你喙烂咧，我莫甲恁动啦吼。我先来看这。哦，这鼎是啥物？这鼎是好食的石斑鱼头火锅。石斑鱼头哦，佫唔是炒鱼头咧哦，我买命咧哦，哇，这比聪明佫较聪明哦，哇，这沙底的味有赞哦，对，这沙底的味有赞哦，哦，看这料，啊，恁这是规包创好，摕咧卖。对，啊，你回家你来加水，白滚水，安尼就会使啊。台湾有底买？有啦，这个我惊讲恁家的物件拢安真歹买安尼。最好食一点。这有底买啦吼，哇，这赞呢。但是我有问你吼，这个物件，这一系列，你哪个有想讲要来开发其他啥物物件？其实我感觉还可以多开发。对。那你做行销的观点吼？对。你要安怎来解说讲？恁兜里头做比的，啊，那个做来鱼排，啊，个做来砂锅鱼头。啊，人客爱啊，我咧卖比啊，然后阮日本的人客问我讲，啊，你有啥物新鲜的水产品无？我就会讲，阮台湾的石斑鱼嘛，介好食，啊，就杀石斑安尼。啊，像这嘛是阮的，因为你通常迄鱼头无好处理，嘿对，啊，毋过阮就爱甲。就整只鱼都要利用到它，啊来用这种汤，还可以把它的香气又煮出来。哦，有够巧的，聪明啊！带你食看卖，你就知。我汤已经熟啊，我会当先来点汤，迄茶鱼味足重的。买命了哦，真的呢。好食吼，好食。而且一般家庭主妇，搁算讲袂晓煮食的人，你水当落好滚就会使食。这有影呢，这阮牵手一定会使。真的吼。落落去就会使啊吼，而且有影呢，看嘛，试看卖。你用弟弟讲啥？当然咯，总是袂当咱做主持人家己一行食，是不是？哦，哇，这内面那个，这是啥？有像面条的物件，然后你即摆蚵仔，这是凉粉吗？还是米台北？这敢是米台北？这敢是米台北？哎呦，这敢是凉粉的啊？对。哦，这凉粉嘛？对。哎。会用还是？不要紧。会使。哦。安尼有及格无？哦，这100分，这100分，这比我已经讲啊，比聪明更较聪明。哦。味真足。因为这吼，我来讲，做这种物件吼，做6分、做7分啊，你袂当煮过头，因为咱摕来厝内。
还佫爱煮。对啊。所以一掠迄6、7分的物件，真简单，无简单的。不过我回头来讲，咱大家拢无了解吼，这碧汤吼，其实有一个风味伫的，伊本地有一个风味哦，有种特殊的乌妈咪，日本话叫乌妈咪。你一般鱼产品啊，你无法度食较济。对啊，对啊。我佫要来啉一下，我佫要来啉一下。我啉了，我体会哦，大家来了解，真的。啊，而且吼，这个乌妈咪吼，唔是臭味，鲜味，就是鲜味，乌妈咪。咱讲吼，酸甜苦，酸甜苦咸，啊甲咸，第6味乌妈咪。而且我较无爱用当归落去做，当归的汤都乌。哦，对啦。啊，你若用这吼，啊，有的人若惊了胡椒啊，胡椒粒啊，敢若猪肚落去煮。哦。啊，就较咸口，较咸口，较咸，啊，迄味你会感觉较甜，但是嘛感觉好食。哎，我个请问，啊，那咱要把这种胶质滚出来，差不多要滚偌久啊？对药材落去吼，差不多1点钟，伊就差不多会当食到敢若软糖。你看，你开始逼啊。嘿。啊。哦。咱汉字的迄个甲骨文就从这开始的。哦，这今仔卜，今仔移出外境，移外室，移交友。安尼，看这臂骨，哦，就是对这来，你看开始离开啊。这啊。所以表示胶质咧开始。我这样水条你看。安尼有无？这个 Q 豆豆，有无？你 Q 豆豆，哦，这个精华中的精华。兰大一山龟苓膏，免食甲龟苓膏，食较济，哦，真正，哦，就好诶。好啦，安尼吼，今仔日互你食。无法度，互你煮甲真焦全，但是互大家啊试一下味，知影这个笔在日常的这个煮食当中，嘛会当扮演一定的角色。尤其冬节要来啊。哦，对。咱要补水的时候，不得讲用冬节啊。对啊。哦，但是冬天刚好来补喙空。哦，来补这味。对。哦，啊，这沙锅鱼头唔通袂去。对。哦，这有影在。还要煮食。我们真正有。晒哈，好啦，放你来家啦。对，来看 H 叉。阮对养殖到加工 ISO HACCP 产销履历全程认证。为了它，我们盖了一个初级加工厂；为了它，我们又盖了一个室内循环水养殖场。你看阮的笔啊，出去日本啊，毋过你莫讲，咱台湾的大人的囡仔啦，其实大人嘛都唔知的，所以我想要做食农教育。今年3月份第1季出甲日本的龙虎班就是阮出的，第1季出的就是阮。然后阮的酒班就水的，白白，然后拢无气。然后日本的普拉斯席的生食级的嘛是阮出的。来，咱今仔日来遮咯，唔是来甲你卖物件，主要是要来讲吼，除了咱头仔食这个鳖，刨鳖育饮啊，这《诗经》内面啊，小雅有讲过啊，刨鳖育饮啊。除了刨鳖吼，刨鳖是啥物意思？做药啊。哦，做药啊是补，啊这是啥物？你甲咱介绍一下。这是鳖精。鳖精，这日本人上爱的呢。哦，其实啊，真侪老一辈的人真爱食鳖精，有的是直接食卵啦。哦，直接食卵，但是我无建议大家直接食卵啦。哦，啊，这你甲咱讲，这是安怎神奇？啊，这个叫做树棒哦。树棒。哦，日本话叫树棒啊。拄好个 support 的意思啦。哦，树棒。这是安怎神奇？这日本人是安怎遮爱？这阮的鳖精有2种，一种是鳖混者，一种是鳖能混者。鳖混者诶，就是日本人讲 collagen たっぷり，就是很多胶原蛋白啦。嘿，阮鳖能混者诶，它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对，让大家身体会越吃越健康。其实少年朋友吼，真了解，就是讲这鳖吼，这鳖能混吼，叫做爆毛粉。伫网络顶头，我食到皮，即个皮肉啦、毛啦，生较足济啦，歹皮肉拢真好食，人食落会使。
可以。干嘛呢？嘿，日本的相扑选手拢食阮这呢。说好，系。我台迄个横纲级的拢食。对，拢食这。所以唔那是迷信，是真正有实效，才有人安尼食。对。啊，咱我要问讲，以台湾的产业吼，其实恁这唔是算大主，恁安怎会当拍入去到日本啊？阮无大，不过阮精致。啊，阮对养殖到加工 ISO HACCP 产销履历全程认证。为了它，我们盖了一个初级加工厂；为了它，我们又盖了一个室内循环水养殖场。食循环水哦。嘿，老实讲，我30-40当进前看安尼饲比吼，看了会惊，看了会惊，水安尼落，啊收起来先规身躯安尼拢土粉啊安尼，咱才会比吼。来，你会使看一下阮的壁底啊，有敢有味？你敢有闻到味？完全无，嘿，完全无，这实在讲就是无。嘿，吼，所以咱的竞争力就伫遮。这个流程无用任何的这个药啊，啊，使无这个药残的。对。除了这以外，咱是还佫有其他什么产品去到日本吗？有啊。阮除了笔的健康食品，即马台湾买无，因全部拢销日本。啊，除了。啊，就白讲的咯。所以咱遮毋是迄个购物台，就是安尼，这就白讲的啦，这都买无啦。你当买酒班，阮台湾的酒班嘛就好。然后还有做酒班呐，还有这些。还有这，你给咱看嘛，这是什么物件？来，我妹妹来。哦，这嘛是哦。嘿，这嘛是壁晶，啊，毋过你偷偷看，迄是用卵做的，啊，这是规只壁仔去做的，营养无共。这有架肉落去刨啦。嘿，对。啊，这有 BA 群，就是最重要的胶原蛋白。短短的所在。啊，这是啥？这要互阮的狗仔食的。哦，叫做饼。嘿，对。哦，本来是按透粉。对，啊，毋过吼，阮的狗仔，阮咧拍迄屁股的时阵，阮的狗仔拢去食。啊，是讲狗仔破病时，改成家己家己去食草啊，对毋对？啊，伊食屁股是毋是知影屁股对迄个中药对身体好？啊，我变屁股了，开始来做这健康食品、宠物食品来互因食。啊，毋就敢若神农咧。大只狗仔不止伊尔，都会去食伊的迄壳。啊，本来迄壳拢是人迄中药咧做。中药行收去做中药。做中药的就去磨粉的。嘿，对。哎呦。我是讲，阮的狗仔爱食，我就无爱互人食，我来做狗仔物件。哦。然后阮这个系列狗狗的系列，扣除成本有盈余的，我们会捐给流浪动物，啊，无去结扎啦，嘿，这些我们都会做。这跟那鳕鱼相似哦。嘿，这人买当食，阮家囡仔细汉拢食这。啊，有迄较老的狗啊，因惊迄抱袂落，啊，阮来去做这，我迄较老的狗。这互阮这老人食。伊无味，伊甲。我无淋汤啊，无淋盐，所以你无感觉。它就是鱼，然后加迄个，就是没有很天然的成分，它没有加很多添加剂。无啊。这个宝食品的概念，什么拢无。唔是，我系讲食一喙了，感觉无啥味，但是你剥两三喙了，咱这喙拿落去了，哎，味就出来。有香气。而且好呢，啊这个。哦，这是我用壁巴来做的，拍开内底是。变棍了。这狗来食。对，阮兜的猫嘛食哦，伊一盖食一口。实在讲猫啊爱食。对，湿湿的。哦。淡淡。对。哎，是味安尼。嘿，对啊。哦。哎，头一摆听到讲有这个好处呢吼。啊，这是啥？哦，这大人囡仔都爱食的。咦，还当做。QQ 糖，而且它的造型就是一只鳖。哎呦呀嘞！啊，这是用什么成分落去做？壁粉。壁粉。胶原蛋白。用这种成分去做。啊，咪用迄滚熬去做迄个。几只。然后会有那个胶原蛋白的成分。哎呦，因为我以前就爱食，啊，血管哦，塌起来了后，医生讲你袂当去食。因为你种食迄个吼，用迄个猪啊，猪皮落去做的，会塌起来。哦。应该换食这咯。对。大家要注意哦，这咱台湾买得到吧？可以。哦，这罐买袂到。买袂到。啊，你有想讲要伫台湾买无？可以，以后再说。我得问吼，但我要想讲吼。
恁对恁家己，因为恁这是饲第3代啊吧？第2代，第2代哈。恁家己想讲，对这个饲比的未来，恁有想啥物想法？未来哦，其实除了现在的养殖，我想要做较侪类似食农教育。你看阮的比啊，出去日本啊，毋过你莫讲咱台湾的大人的囡仔啦，其实大人嘛总毋知的，所以我想要做食农教育，对囡仔来讲，咱台湾有这个产业，然后咱也可以飞到国际上，所以你一定直接爱互囡仔知影讲，比啊和乌龟无共，所以我想要做食农教育，互囡仔认识咱这只比啊。你看，我拢有去买了，我无熟悉伊啊，我拢买野生的，野生的较大只。但是肉吼较 Q， 肉较 Q， 但是惊，因为毕竟是野生的，惊，抬的时阵惊讲有啥物，因为迄足熬迄个沙门氏，对，足熬沙门氏，惊，所以炖个炖啊，这是啥？恁前啊走来这？阮除了比以外，阮即马阁有鱼仔嘛，拢做外销。为什么会做鱼仔外销？因为我要甲我买比仔的人客讲，伊讲谢桑，你敢有台湾的什么鲈鱼啦、石斑啊，你帮我找一个好无？然后一个人客、2个人客、3个人客，愈来愈侪人客叫我帮伊找物件，然后我变专家，我开始卖啊。好真的啊！因为人客信任我，他希望我帮伊来找这物件，然后来做这物件给伊。这是你家己加工的。嘿，对，你去找石斑羊。对，然后我们有配合的加工厂，我有配合的加工厂来加工。然后呢，今年3月份第一季出到日本的龙虎斑就是阮出的，第一季出的就是阮。日本人敢食这啦，就爱耶，第一季哦。我处理到拢无饲啊。然后阮的石斑就水的，白白，然后拢无饲。然后日本的库拉斯喜的生食级的嘛是阮出的。库拉斯诶，库拉斯喜台日嘛是阮出的。然后呢，这个是台铁便当用的石斑鱼。这伫台湾有得买无？有，这有。终于有得买。这有得买。这有得买，好，恁家己去问因吼，那无关我的代志。对，台铁便当，台铁便当用这个。哦。对，大家都可以。用当石斑白啦。对。就是这嘛。就是这，台铁便当，煎一个起来个好做好食的。安尼一只来买便当就好啊。哦，这就是恁兜。嘿，这个是阮做的。哦，是哦。嘿。所以其实恁会慢慢渐渐的多元化咯。对。我妹妹搞这个场域，然后还有她自己都有做认证。系啊，像阮这个场域，我有做迄个农业休闲旅游场域认证。哦，旅游中协，而且是认证。嘿，认证。啊，我食农教育嘛有认证，伊嘛是讲师，食农教育讲师。我带囡仔班来讲啊，这就是比啊，这就是像我头节目安尼去办的。对。哦，安尼你有欠班，我有通好来做。我跟你讲哦，来阮遮算的，对3岁到75岁都有哦。有啦，阮兜迄个5岁我拄好登车咧。哦，安尼紧来起来。然后阮的导览的当中英日台4种语言。是。所以这看起来，除了生物科技，食农教育，食品，宠物，鸟甲狗拢有，嘿，而且佫多元化的产品，嘿。但是你认为日本人基本上，这个市场，咱台湾敢有通啊拍开？会使，你只要品质有够好，伊是会当接受的。但是做到恁这个程度，才有法度去拍开日本的门。就是爱符合因的要求，袂使讲做到安尼，就是日本人有要求，我爱。我替观众朋友问一个上尾一个问题：咱如何会当，甲这个后面的竞争者放伫后面安尼，甲放10条龟啊，100条龟安尼，咱有法度，因为我知吼，真侪人去中国去饲了一大组啦，这咱后手的这个竞争者，咱要安怎来处理啊？阮其实品质是基本的，品质以外，阮5年前，阮人客讲你要认证 SDGs 永续，阮家己个自主认列4项 SDGs 永续指标。然后呢，第9年我们产品也都拿到碳盘查，
遮所有的只要是日本，恁有团盘渣？有，阮拢刻着啊。嘿，碳盘查我嘛刻着啊。哦，所以是比人行2-3步较远去啊啦。对。哇，后手要入来，伊就要投一个较大的成本啊来做。对。但是我看恁规组虽然唔是讲真大组，但是饲偌济。4架。安尼唔是小组啊啦，算大组啊啦。小小的而已，小小的。啊，你欠伊啊，欠伊啊，欠伊啊。刷来想要一个问题吼，这种狗的物件，敢有法度销去到其他的所在？譬如讲我所在，若咧饲迄个做迄个狗的要食的物件吼，泰国是绝对，咱有可能甲伊竞争。可能成本来讲较无可能，然后你搁要销外销，你搁要看成分。这个甲鱼香丝，日本呢一定有真秘密啊，这个日本有真秘密啊，因为它成分单纯。然后今嘛美国在讲，嘿，现在美国正在谈。然后这一个比较难的一点是因为它里面有含猪肝，啊，D，猪内脏就麻烦。就是没有那个平常这个猪也不好出口，对啊，因为这个完全就是没有猪的成分，这个成分单纯，所以这个要出口很简单，这个会比较难一点，对。但是如果要出去，可能就配方上要再来做调整，对，也不是不行，就是要调整。其实我讲哦，鳖啊、鳖卵啦、鳖卵粉啊这种物件，其实内面还佫真侪成分，唔那是讲食了互你强个用。哦，内面哦真侪维他命 B 啦，哈，维他命 C 啦，啊，真侪微量的元素。对。这微量的元素，甚至吼，我爸有人去种植的时阵，安尼用着吼，你个这个下脚料啊，落去做种植，其实嘛真好。啊，佫有通哦，真发展空间。哇，真欢喜。两位吼姊妹啊，来遮恁算第2代吼，来参加咱这个。新眼界，即无大家开眼界，哇！即个笔吼，好加载，我吼抬笔无抬到老岁老体。感谢两位，感谢两位。其实吼，即个2个姊妹啊，故事真长啊吼。但是呢，时间有限，咱留时间互笔吼。但是吼，我也是爱大部分啊，大约啊吼，妹妹本地是日本留学，英国咧留学。啊！你英国留学本地读什么？市场行销。哦，你读 marketing。系对啊。啊，那会去用掠转来饲笔？应该讲是我欢喜要转来，因为我做介意动物的。你介意动物，这猪啊、羊啊、狗啊，拢会使咧介意咧笔。无共啊，应该是讲我迄阵读册转来的时阵，我嘛是去正常的公司上班。正常的公司，系正常。领导是无正常，无正常，这无正常。啊，毋过我上班的时候，我足无欢喜的，因为我去上班的时阵，伊搁伫的，伊搁伫阮兜还袂出门。啊，我转来的时阵，伊已经伫阮兜啊。我想讲安内底，我的公司伫屏东，尔伊公司伫台南的。啊，伊搁比我较晚出去，比我较早伫厝。然后我就想讲，安尼上班我改成无啥欢喜。啊，搁想想啊，阮兜我拢替公司趁钱，啊，我是不是爱转来替阮兜趁钱？所以我迄阵就开始想讲要离开公司来阮兜转来。恁公司本地倒一道？我做过人迄做包包的，像迄 Kipling 啊、Coach 的迄种包包的，啊嘛咧做莫达的，迄个抽水马达、水车的，拢有我啥物东西学。来行销的拢会使就对啦。嘿，对。对。所以卖笔对来讲无困难。困难做困难呢。安怎讲？我袂爱卖动物。啊，所以其实转来之后，因为我做介动物的，所以啦，现场的养殖都我来负责。啊，姐就真正咧卖物件呀。啊，颠倒版。你咧行销的对，啊，结果你咧饲，你咧饲笔。对。啊，姐变行销。嘿，对。啊，姐本地是学什么？行销流通，赶快。哦，所以会使啦吼。恁平常时安那分工就是安尼分工，安尼冤家袂？冤家哦，可能伊爱甲我讲量啦，啊我爱饲出来互伊，我若无饲互伊，伊会甲我歹啊。要控制笔的量，上重要的机制是啥物？爱健康啊！你笔无健康，做若死就规躯都无呀。但规滴啊，无通好变济大吧？你讲大细只吗？
你嘛是爱食饲料的控制，所以我逐工都无都离开这个现场。可能伊透早食了，我下晡过来顺伊的料是毋是有剩？啊，若有剩是为什么？是我调配的料伤苦、伤酸、伤甜，我都爱去观察。啊，你若讲料有剩，就会像你讲的大细只，爱食，无爱食就无爱食。啊，若料清洁溜溜，嘛爱担心一下是我料饲无够，啊大细只就对遐走出来。哦，敢若饲囝的。系啊，真的啊。哦，你一个人顾就可以吗？还是恁是大人也有咧帮忙？因嘛爱帮我斗看，因为遮受大呀，我一个。4家呢？哦，啊，你10工就走到大粒高选来看，是几个人通顾5个。 5个顾4家。嘿。啊，你透早4、5点就要开始顾咯，因为这一日爱饲几顿？一天一顿。啊，问题你爱常常甲看，伊是毋是有食无饱，是毋是有破病？你顶头若死一只，下骹可能就40只。夭寿哦，这也高困眠呢。系啊，爱做注意。真高困啊，真巴结了。系啊，啊你一困就是一个生态，逐困拢无共，是讲。啊，伊亲像敢饲鱼啊、饲毛啊共款，啊，一条这规个趴。有安尼。有，我们曾经这样过。爱做注意的。鼻较容易得的病是啥物？基本上就是即摆什么红彩病毒啊、仙人彩病毒方面的。病毒的哦。系，因为你病毒也一类哦，而且痛介紧，你治因为你这拢无头药啊，滴个啊。对啊。哦，啊，这无简单，啊，佮循环水。循环水是少数小鳖的时候，我为着无爱互外口的动物去吃它。变数伤多。对，我们养在室内，然后等它大到一个程度，我们才把它带出来外面。哦，但是外口是。真接近着自然的种，这是对。你转来做这，你敢有适应上？你敢有啥物无适应的问题？本地是厝里人，啊变做头家新娘安尼，啊爸爸妈妈。其实我无感觉我是头家啊，啊，毋过上大的无共是，我逐工互阮爸相骂。因为伊有伊的方法，我有我的方法。紧讲哦。妹，你放心，查某囝永远是赢的迄个。我不管安怎整都是我赢。所以姐姐嘛是安尼吗？哦，但是我知影，迄老头家拢安尼。是啦，毋过伊真正牛咧。阮爸看水就知影内底比较有健康无安尼。看水哦，水色伊一看就知影内底比较有健康无。啊，我可能爱真正看到有比啊有问题，想我较知影会真正出问题啊。系啊，所以因的意见嘛是爱听啦。恁敢有想过讲，其实国内咧对着饲比的这类专科的人，其实无介济学者做研究的人无济呢。对，拢是鱼啊、虾啊较济。我有查过日本的文献吼，其实日本人做这研究足济，对着这科学性啦、水质啦、温度啦、气候啦。我想恁饲50天，应该有够资格来写一本教科。我有咧和日本做研究。我的室内养殖场里面，每一个养殖池上面都有一个摄影机，然后投料，然后有一些料是日本运过来的。要来做测验。对。要来做实验，啊来做这变数的这个控制。我有咧做这的迄个。他早恁有讲到呢。讲恁初外销去日本的时阵，强嫌迄个臭味真重。对。啊，后来是安怎改善？这通好讲。我们就吃一些，不要是因为鳖是杂食性的啊，我们就吃一些柠檬啦、酥，然后像冬天高丽菜盛产，一粒10块，我隔壁隔咧菜等来很价。就例如是。饮食均衡，你袂当一直强迫他，就是只吃新鲜的鱼来当蛋白质。臭味真重。日本人安尼讲，按哥弯用弯的方法，就是让他去改善饮食之后，他是有改变的。小等，食雷蒙雷蒙皮，莫怪迄个鼻头拢油头角边，是惊酸还是唔惊酸哦？细只开始食个吧紧。你就习惯啦，啊，量嘛爱几杂啦，你也不能用放太多，就看你的量，适量，对，要适量，让他习惯这个味道，对啊。哦，这食这柠檬哦，啊，佮食高丽菜，有水果嘛爱食诶，水果，系啊，啊，有时候还买南瓜，就是很多杂食性，是贵族诶，系啊，这比人较健康，系啊，恁兜的鼻是贵族呢。
对，我们会去看季节，给它什么。啊，这是恁爸爸试验出来，还是你家己试验出来？哦。你对我厝咧饲囡仔安尼饲，啊囡仔有囡仔，迄幼边有幼边的料，啊生囝迄母仔有母仔的料，拢无共。哦，要怀孕的。系啊。比。嘿。不爱食无共款啊。系啊，食较营养的啊。啊无迄巴肚迄下卵爱有健康啊。啊若食那是公的咧，公的爱互伊食较公的哦，公的食普通的就好啊。公的较粗棒开就可以了。哦，也有这体吼。头早其实我有问到讲，恁姊妹啊在遮做分工啦，做啥？但是外销日本的时阵吼，因为我知影这日本人对着这个生的这动物啊，啥物物件其实真严格。如果有同业要做，恁是欢迎，还是讲来啊？我唔惊，恁来试看卖啊？恁是啥物态度？就大家都可以来做，对啊。没我们不能排斥，就是大家都可以来做。因为老实讲，日本的饲料足大的，阮家己饲的量是无够供应给日本的，对，所以大家人其实都有当来做。做袂完的吼。对。我所在韩国人嘛有咧食这。韩代都有，韩国有冷的所在都。对，韩国也有。真信这呢。对。哦。对。啊，所以你对日本市场的这个看法是啥？市场很大，要继续努力开拓。啊，即马开拓的方式，因为我知影网络顶头，日本的网络顶头，哦，你那是迄个乐推天哦，迄个乐天啊，迄个网站顶头，哦，比的产品足济啦，足济，啥物都有啊。因若有写到比的物件，哦，真热门啊。因对这个比有一种某种程度，已经我的感觉是到了迷信啊，毋是讲恁这个迷信，就真信这物件啦。比这啥物其他的物件更较优越。你若讲化学成分，你无效。你若讲写一个比字，书碰，哇，伊就根本蹦起来呢。这种物件哦，你认为咱台湾除了食农教育的推广以外，伫咱台湾要安怎来生根在地哦？咱知影讲，其实咱台湾是一个好所在，头好来饲这个比啊，而且大家爱认捌这种动物安尼。因为其实比是咱台湾嘛算古早个有的食材，像你讲的什么鸡仔猪肚比，这是古早板道的大菜。啊，为什么到即马愈来愈少人食？因为伊处理足麻烦，一只比啊哇，你要叫厨师搁落去抬，搁落去切是非常困难的代志。那其实阮即马有迄分切好的冷冻甲鱼，那个台北那家5星饭店，伊嘛是讲妹妹叫，对。然后就是你跟弯道的比是专台湾上贵耶，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愿意去付出这些来买这么好的，对的食材，要不然其实我有迄种一定给你切好啊，冷冻好啊，你冻起，你只要直接丢到大同电锅或是炒锅炒一炒就可以。而且无臭味。无。哦，敢若食鸡肉。对。哎，你免熬煮。真正免熬煮，阮制作人甲我讲，哎呀，伊袂晓煮，我还讲你炖落去吼，你姜，你若惊炒，你惊迄味，你姜炖两地啊，安尼就可以啊。我拢讲，看鸡肉这会炖入大同电锅，外锅1杯水，压下去跳起来就好了。哦，你要较搞刚，你就低度炖一下，安尼就会使啊。对。哦，其实这会当变做咱日常生活当中会当食的物件。对。哦，这我感觉比水鸡吼。较容易被人接受，而且在咱过去的这个生活习惯当中吼，嘛较容易来切入吧。对，我实在是望讲大家当唔通搁咕比哦，咱认捌咱这个比啊，伫台湾在地生根吼。虽然伊这是日本人引进的，但变做咱台湾真特殊，嘛讲袂使讲特殊啦吼。本册公谣内面就本地有记载啦，哦。其实，甲过去的物件搁恢复回来，哦，就在恁两人的姊妹的手上哦，咱希望哦，会当哦，看到更较侪、更较比的这个产品，哦，人憋不出来，憋出来，世界万人台
拢伫咱台湾新安界，今仔真感谢两位，感谢。谢谢。